成熟的女生嘞，越不会在关系里面反复消耗自己。以前的我会很在意一段关系有没有变淡，对方的语气不一样嘞，我会想很多，聊天少了我会开始不安，明明已经觉得累了，还是会不舍得放下。那时候总是觉得只要再主动一点，再懂事一点，再忍一忍，关系可能就会回到以前。可是后来才发现，有些关系让人累其实不是因为不够努力，而是它本来就已经不适合了。真正的成熟不是变到冷漠，也不是谁都不在乎，只是开始分得清什么关系值得珍惜，什么消耗应该要停下。不会再为了维持表面的亲近，一次又一次去忽略自己的感受。一个女生慢慢变稳定的标志不是身边永远有很多人，而是终于懂得把自己的能量留给真正舒服的人和事。